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。今日主要新聞有：內里斯空軍基地 Nellis Air Force Base 一架 F-35戰機喺拉斯維加斯北部墜毀；西北部一棟公寓發生一宗涉及交易糾紛嘅致命槍擊案。同埋2026年 F1 拉斯維加斯大獎賽 F1 Las Vegas Grand Prix 正式開飛，單日門票由$50起。感謝各位持續關注我哋嘅頻道。喺我哋深入了解更多社區詳情之前，請各位聽眾記得點擊訂閱並且開啟通知，俾我哋能夠持續為你送上最即時嘅拉斯維加斯資訊。鄰近內華達州嘅猶他州麻疹疫情正以加速態勢蔓延。截至今日，該地區喺本次疫情中嘅累計確診病例已經達到559宗，其中大約有一半嘅病例係喺3月份內確診，顯示疫情喺過去3週內顯著擴大。受影響嘅地點包括鹽湖城嘅小學、石達城 Cedar City 嘅醫療中心，以及北鹽湖城嘅兒童遊樂場。喺社會福利方面，慈善機構 Baby's Bounty 宣布將於4月份為符合條件嘅家庭舉辦多場免費尿布分發活動。該機構至今已經為南內華達州超過4萬個家庭提供支援。另外，針對拉斯維加斯西南部嘅 Roughhead 水電項目 Roughhead Hydro Power Project， 位於桑迪谷 Sandy Valley 同帕倫普 Param 附近嘅居民對抽取地下水可能導致水源枯竭嘅情況表示強烈憂慮。喺經濟與心理健康方面，一份研究指出，內華達州喺全美壓力最大州份中排名第6，生活成本與工作壓力導致居民體內嘅皮質醇水平升高。社區領袖呼籲建立更多健康中心，以應對減壓需求。克拉克縣學區因為學生入學人數減少嘅情況，面臨需要調整教育資源配置嘅財務挑戰。警方喺亞利桑那州逮捕咗2名涉及價值$125萬洗黑錢計劃嘅拉斯維加斯居民，涉案人士涉嫌將真鈔漂白並重新打印成大面額偽鈔。喺軍事與安全消息方面，一架隸屬於內里斯空軍基地嘅 F-35戰機喺今日喺拉斯維加斯北部鄰近印第安斯普林斯 Indian Springs 嘅內華達測試與訓練場墜毀，飛行員成功彈射並受輕傷，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。軍方確認事件並未造成地面人員傷亡。喺市區治安方面，拉斯維加斯西北部鄰近格蘭特頓 Grand Teton 嘅一棟公寓大樓喺清晨發生一宗涉及財物交易糾紛嘅致命槍擊案，導致一名男子死亡同埋一名女子受傷，嫌疑人目前仍然在逃。針對交通安全，拉斯維加斯市議會批准撥款$270萬，用於升級撒哈拉大道 （Sahara Avenue）、彩虹大道 （Rainbow Boulevard） 同埋查爾斯頓大道 （Charleston Boulevard） 等繁忙路段嘅故障交通燈，並更換為高亮度 LED 燈，以降低夜間碰撞事故率。克拉克縣學區嘅最新數據顯示，本學年涉及校車嘅碰撞事故宗數較去年增加1倍，已經有84名嘅學生受傷。司法消息方面，一名26歲女子因為喺哈里里德國際機場遺棄名為 JetBlue 嘅寵物犬，且未出庭，法官已經正式發出逮捕令。此外，州長隆巴多 Joe Lombardo 則宣布拒絕簽署塞薩爾查韋斯日 Cesar Chavez Day 公告，理由係針對查韋斯生前行為嘅指控仍然需要進行跨黨派審查。社區互助方面，一名患有狼性纖維化嘅15歲青少年，因其代步用嘅電動自行車喺北拉斯維加斯被盜，目前正尋求公眾線索。
一名佛羅里達州 Florida 男子喺普利姆 Prim 附近嘅高速公路路段發生一宗車禍身亡。2026年 F1 拉斯維加斯大獎賽正式開始售票，主辦方推出更親民嘅票價政策，以吸引本地居民。周四練習賽單日門票定為$50，三日通票則由$492起。隨住復活節 Easter 臨近，一項研究將拉斯維加斯評為全美第4佳嘅慶祝城市，喺早午餐選擇及慶祝活動方面名列前茅。今日所有新聞已經報告完畢，感謝你嘅收睇。如果你有任何新聞線索或者生活資訊想分享，歡迎喺下方留言。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同你一同守望社區，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創作嘅最大動力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。